心生后悔，想到恶趣的痛苦，则便异常恐惧死亡突然到来之事，显得十分可怜。人间的一切就此而淹没，生存的显现也已没，所以身心十分不安。如果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死亡，临终时手着胸口留下指甲印痕而死去，因为想起以前所造的罪业时，惧怕转身到恶趣，想到自己在有自在的时候为修持对临终有利的正法，因此追悔莫及，痛苦万分。以手抓胸口留下深深的指甲印痕而死去。如弥勒日巴尊者说：若见罪人死亡时，谓是因果善知识。在这样奄奄一息之时，恶趣的境界已经显现，所有景象都十分恐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当然知道，一般的人在死亡的时候，除了呢，就是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有些那个在活着的时候，修善的很多人，跟修行人以外，那大部分的人都死亡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痛苦。除了一些他也自己还不知道自己会死，只是能够在寻求怎么说呢？那个生存的，相当就是怎么说呢？求生的欲望，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会死，也许可能自己会活下来，然后但也是在会有很大的那种病痛的一些痛苦。除了这样以外，真正的一个人，当自己知道快要死亡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痛苦。尤其是造业很重的那些人来说的，那就更不一样的，那就很多想不通、执着的人。所以呢，就是就那个时候呢，心痛，所以就是用自己的手抓那个自己的胸口，所以就很多这样的那个怎么说呢？平常都是活着的时候造业，然后就不会把因果当作一回事来看的那些人，快要死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痛苦，留下来在胸口就是会留下来深深的那种指甲的印痕。那些人，那就是弥勒日巴尊者所讲的，当一个人正常的时间正常的时候，也是起不到什么因果的概念生死轮回的痛苦等等这些的时候，那么就是突然发现了有人去世的时候，那尤其是在造业非常严重的那些人死去的时候呢，看到他们的痛苦变成给我讲那种因果轮回感、死亡的痛苦的一个善知识一样，会起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应该是你们也听得懂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造业很重的一个人，看到他死的时候的痛苦的样子，我们自己也是会感受到。因为什么呢？我跟他之间只是差什么？差一个，他今天走了，但是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就是这样的差别而已。但是必须得我也要面对死亡的，这个是每一个众生都一样的。但是面对死亡的时间不同而已。时间不同是什么时候？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今天走了，我10年以后才会走，没有办法这样的肯定那么因为一切都是无常，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肯定说
我们自己是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轮到要面对死亡的那种痛苦，所以我们就更加的要感到每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有这么的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现在活着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最起码要做好一个我们面对死亡的那一天不需要那么痛苦的一个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呀，到哪里了？十分恐怖。啊，好的好的，等一下我找一下是吧？哎呀，十分恐怖，好好好。一切感受都是痛苦。当身体的10大内收，呼吸窘迫，肢体颤抖，意识迷乱，眼睛变成灰白色的时候，已离开了人间人世。有施主阎罗前来，中阴的境界出现了，无依无护，裸体空属离开人间。我们不能确保这种死亡今天不会来临。到那时未有正法才会有益，其他别无益处，是吧？是。无因。念法使从五台生。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修持，想要修持的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要开始？就是要从五台中的时候就要开始，因为我们在十相中阴的实践来说的话，第一次我们自己的灵魂进入五台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实现中阴的开始。实现中阴是什么？不是实现中阴就是自然中阴，也可以说是生出中阴。在我们每次都是说，当一个人出生到死亡之间的那个最主要的一个中阴嘛，对不对？那个真正的开始是什么时候？一个人的灵魂进入母胎的时候，开始就是生出中阴。那么在母胎之中的就是10个也好，9个多月也好，这都是实际上就是在自然中阴的过程。这不是临终，当然不是临终中阴，也不是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十相中阴，也不是业领中阴，它也不是梦中中阴，也不是那个禅定中阴，它就是自然中阴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又从细微的区分的话，那么就是有些人在母胎之中呢，就开始进入母胎，就相当就是怀孕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已经是自然中阴的开始了，但是他根本就不需要出生，然后就又面对死亡的时候呢，又经过了临终中阴又要经过了十相中阴。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是有些人就这样，但是大致上大部分的人来说的，从怎么说呢？那个自然中阴是从进入灵魂进入母胎的这个开始，就是自然中阴的开始了。那我们这里讲到就是相当就是那个为什么讲念法时从母胎生，切生之事怎么说呢？我们要想到死亡的要为了死亡的时候得到帮助的、得到依靠的一个佛法，修持佛法。这是什么意思？这里我们可以要听得懂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听得懂，修法、接触佛法是越早越好。那么我们如果是就是人的一生当中，当已经等到年老以后才要修行佛法，这种想法是必须得要断除的。
我们在修行佛法、修持佛法、接触佛法时，越早越好。那这个来说的话，也是当然可能是有特殊因缘、殊胜的因缘以外呢，那么在母胎之中能可以有想要修行的这种念头，这个是有没有人能做得到，这就很难说。但是有些人出生就是在殊胜的有佛法的家庭里面，然后相当就是他出生就是一个修行人出生了，他能可以讲话的时候可以念观音菩萨的经咒，就像比如说在藏区的西藏的所有的小朋友，就是依据很普通的那种俗语，藏族人能可以会叫妈妈的时候会念观音菩萨的心咒。那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藏族的小朋友都是他自然而然就会念观音菩萨的心咒，那也应该不是。但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原因，父母也是妈妈自己可以就相当就是让他能可以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开始，他也教他念观音菩萨的心咒，让他念唵嘛呢呗咪吽是，就这样。他也刚刚就是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念观音菩萨的心咒。那这个是人的所有的事情一样，学了就回了，或者是没有学就回了，没有学就回了，这种是非常少数的。所有的事情实践的以出实践的所有的法，佛法也好，实践法也好，学了就回了就是这样。所以就那当然就是这些来说到，就是关系到什么？关系到因果，前世的所有的这些业力跟前世的所有的功德福报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生如果是没有能修持圆满成就佛国，或者是我们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一切诸佛菩萨的净土的，没有达到这种成就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最起码必须得要达到下一世投胎做人。做什么样子的人？下一世我们投胎做一个修行人，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投胎做一个修行人的话，能可以达到我们的愿力，就是在母胎之中能够有这种修法的这种念头，带着这种念头的人，一个这样的念头，就是这样的思念而出生，那这就是一个修行人。所以我们要祈愿能够投胎一个善的家庭修善的家庭。那么如果是一个人他投胎到造业的，或者是一生以造业而生活的那样的一个环境或者那样的家庭里面他出生的话，那他最起码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遇到可以修持佛法的缘分。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修行人，如果我们今生没有得到成就佛果，或者我们在死了以后呢，就是中阴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解脱，但我们就是也没有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等诸佛菩萨的净土，我们必须得要变成投胎做人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是没有造一些上师与弟子之间，或者是金刚师兄之间的破坏那种密法的戒律的这种严重的问题的，没有造这些的业的情况下，不可能会下地狱的。因为我们最起码就是一生的修善，那肯定不会变成是下地狱的，或者不会变成恶鬼的出生，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要投胎做人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不修善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我们既然有这一世当中修持的因缘，但是我们下一世什么时候才能够可以遇见佛法，这就非常麻烦的。所以这个来说到，就今生非常重要。今生我们一开始接触佛法等到死亡的那一天，最起码能够要保证的一件事情是，对佛法要越来越欢喜修法的这种心跟
想要成就感、想要解脱的心，比第一次接触到死亡的那一天呢，就必须得要越来越强。啊，对心里对佛法与对上师三宝，对解脱的怎么说呢？相信与信心呢，就越来越强的那种人呢，那么今生暂时没有解脱的情况下，也是下一世是一定生下来就是可以修持佛法的一个环境。那种来说的，那就可以说，我在母胎之中的时候就是有修法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来说的话，这也是不夸张的。因为什么？有些妈妈大肚子来到上师的面前，求他平安，或者是让小孩皈依的这种事情是有，这种事情是多，我也遇到过很多。那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小孩来到了佛堂，妈妈供佛的时候，他在念什么？想什么呢？在不管是10个也好，9个也好，这个时间里面，妈妈呢就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心都是放在她的肚子里面。为了要肚子里面的小孩要健康，为了肚子里面的小孩要生出来以后要聪明、可爱、健康，这是她的最重要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妈妈她自己本身就是学佛的，所以呢有没有为了她的小孩祈祷，为了她的小孩供养，为了她的小孩断除一切的这些造业的部分，然后就行持一切修善的部分，这是肯定有啊。所以这种时候呢，就是小孩因为妈妈的关系，自然而然染上了这样的一个思念，是事实的，不是夸张。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相当就是在这个小孩跟妈妈的缘分是非常重要。妈妈有这样的心的这种信心跟那种亲近心，因为小孩当然过去也是有这样的殊胜的因缘，才来到了有这种人的肚子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所以还是总而言之，我们怎么说，还是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健康的时候，自由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修行是最重要的。出生之时亦施法。那么在当出生的时候，当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也是往死亡的路上，一天比一天近。我们在一个小朋友当出生，他在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天比一天成长的时候，一年比一年成长的时候，当他可以站起来的时候，当他可以走路的时候，当他可以说话的时候，父母都很开心。那当然自己也很开心。但是实际上，当他出生的时候，有另一个问题来说的话，他是往死亡的路上，一步又一步的进行，这是事实。所以呢，当出生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修持佛法？为了死亡而修持佛法，那当然需要的，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离开的。而且所谓的死亡来说的话，就人生无常，寿命无常。所以一个小孩年小，他还要等到几十年后或者是100年后才会死，所以就现在还来得及吗？那当然总的来说的，每一个人都会想，哎呀，现在还年轻，什么都来得及，会这样想。但是在生死无常的面前呢，没有任何自由的，并不是说因为你健康，所以不会很快就走。因为你是得了严重的这种病，所以你就先走，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呢，一个得了绝症是吧？绝症是会死的病嘛，对不对？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很多的
健康的人先走，这就是时间龙里的事实啊。资本做人着广州。